有冇試過咩都唔想做，躺平，好低 energy 嘅一日？我有，大家都有。唔想做嘢，浪費咗一日，感覺係咪好差呢？人人都想做 Dead Girl 或者 Productive Day， 但又係咪真係咁多人都有咁高嘅生產力？唔做嘢 hea 下，係咪就等於冇生產力呢？其實一切都出自自己嘅心態，心態決定一切呢一句說話，或者你會話好老土啫，但係其實並唔係㗎噃。就好似你好想減肥，見到一啲好油炸嘅嘢食，一直唔食避免嘅話就覺得好辛苦，一直就瘦唔到，最後仲減肥失敗添。但係當我哋轉變一下心態，減肥變得健康一啲，或者食多啲生果，多啲蔬菜，然後繼而揾出一個唔健康嘅因素，好似我自己咁，就係澱粉。結果呢，減少吸入澱粉，減少精製澱粉，選擇咗生酮嘅飲食，或者減少吸取糖分、麵粉等等，都可以成功減肥㗎喎。有時候身體想話俾你聽，佢需要休息一下，並唔係因為你懶或者 hea 唔想做嘢，冇生產力。休息為咗行更遠嘅路，其實呢句說話都未必係唔啱㗎。一個人不停咁樣做嘢，橡筋就不停咁樣拉緊，唔係一下子去放手，甚至將佢繼續拉緊，咁樣唔單止會傷手，橡筋甚至會有斷嘅一日。有時候疲勞過度就好似一條橡筋咁，過度繃緊，慢慢一步一步拉緊。其實我哋係需要學習慢慢放手，慢慢將橡筋拉開，將橡筋增加到唔同嘅寬鬆度，同時都增加佢嘅韌度，咁樣唔傷手之餘，又可以令到佢成長得更加闊，令到我哋嘅人生都足以更加寬闊。所以下一次再覺得自己 hea 或者冇嘢做、低生產力嘅時候，就記住橡筋呢一個道理啦。